1492年10月，北美洲西岸，經過67日嘅漫長旅程，李福成為第一個踏足美洲大陸嘅亞洲人。佢奉明朝皇帝嘅御旨，冊封為呢片新大陸嘅提督。對中國嚟講，呢個係遠征嘅新時代。亞洲國家將會瓜分新世界，喺短短幾個世紀，佢哋就喺美洲新大陸落地生根，並建立起一個超過1000萬人嘅大城市，稱為新北京。但呢一切都冇發生過。2500年前，一個人嘅理念塑造咗中華民族嘅思維，影響咗中國幾千年嚟嘅歷史進程。中國係世界上最古老嘅國家之一，5000年歷史，歷盡唔同朝代嘅興衰，既係曾經俾北方外族入侵，亦都有歐洲人從海路進犯。中國文化源遠流長，唔少古老傳統雖然已經消失，但中國依然存在，而且不斷發展，走向世界舞台。我哋要細說嘅故事發生喺超過2500年前，當時未有羅馬帝國，亞歷山大大帝仲未出世，更加未有中國呢一個稱號。當時係充滿傳奇嘅年代，有偉大嘅思想家同埋賢士。喺黃河同埋長江流域，自古已經有人居住。全靠充足嘅水源同埋肥沃嘅土壤，文明逐漸喺呢度扎根，人口亦都不斷增長，同埃及或者係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一樣，鄉村同埋市鎮陸續出現。之後更加有王國，彼此之間戰爭不斷。我哋探討嘅春秋戰國時代，政局非常獨特。當時中土有近200個諸侯國，政治制度類似西方嘅中世紀時期。國與國之間競爭激烈，喐啲就會兵戎相見。中原多個小國位於權力核心，周旋喺大國之間。佢哋唔想輕啟戰端，所以步步為營，如履薄冰。但學術同埋思想就百花齊放。當時仲未有中國呢個稱號，唔同嘅諸侯各據一方。好彩嘅話，當權者會比較開明。有啲地方就由暴政把持，戰亂頻生。喺黃河沿岸一個小國，展開咗孔子嘅故事。公元前551年9月，孔丘喺而家嘅山東省曲阜出世。當時佢家道中落，生活艱苦。
19歲嗰陣，佢開始出任官吏，成為掌管畜牧糧食嘅官員。之後曾經擔任司空，掌管公共建設。孔子係天生嘅管治人才，為人剛正不阿。佢認為從政並非為私利，而係要改善人民嘅生活。但係佢喺魯國嘅政績就招嚟貪官同埋其他國家嘅忌恨，不斷遭到陷害同埋抨擊。孔子個性剛直，唔願意屈服，寧願辭官周遊列國，亦都唔肯同流合污。同好多偉大嘅思想家一樣，佢歷盡失望同埋沮喪，立志要創造理想嘅吏治，尋覓願意聆聽嘅君主。要改變人嘅思維係非常困難嘅。孔子畢生對抗貪腐同私心，不過嗰個時代嘅統治精英對於私利嘅興趣大過為國家謀福祉。今時今日我哋又點呢？試諗下，好似孔子咁有智慧嘅人，周遊列國，向各國總統或者總理出謀獻策，指點美國總統處理外交，或者建議中國政府提倡新聞自由，佢會得到乜嘢回應？有邊位總統或者主席會聽佢講，仲會將建議付諸實行呢？可能呢種訪問只可以攞到個虛名，唔會有實際嘅效果。政治家嘅志向係服務其他人，放低私利。不過自古以嚟，人嘅需求都希望生活有保障。呢啲基本需求影響咗行為模式，令自己嘅生存比起其他人更加重要。如果俾一個現代人返去以前，可以肯定佢一樣會做同樣嘅嘢，爭取生存同繁衍，求生本能係與生俱來。即使係高度文明嘅人，亦都唔例外。相信人性係孔子信奉嘅原則。佢認為人性本善，可以透過學習去進步，尤其堅持教育嘅價值。所以佢周遊列國，向皇宮貴族進言，提供管治良方，希望佢哋可以採納。隨住經驗逐漸累積，孔子發展出一套道德理論，靈感嚟自傳統。呢套講求正心修身嘅儒家思想，好快就有門生追隨，聽佢講學，傳揚佢嘅理念，最後更加成為偉大嘅思想家。但喺魯國出任大司寇期間，就發生咗一件影響佢一生嘅事。當時喺佢治理之下嘅魯國，秩序井然，而且富庶，但就招嚟齊國嘅妒忌，密謀將孔子剷除。但齊國知道佢剛正不阿，於是向魯國君主獻上80位美女，令佢荒廢朝政。失望嘅孔子辭官周遊四方，展開咗14年流浪之旅。
期間佢向眾多弟子講學。幾十年之後，呢一套儒家學說由弟子編成《論語》，傳頌至今。我哋啱啱嚟到一個歷史轉捩點，局勢嘅發展可能各走極端。對國君失望嘅孔子辭官上路，佢揀咗忠於自己嘅理念。對於一個57歲嘅人嚟講，係個重大決定，亦係人生嘅轉捩點。當年如果孔子繼續留喺魯國接受現狀，結果又係點呢？可能呢位思想家最終會告老歸田，含恨而終。更加差嘅情況係，齊國人睇到佢留任，可能會用更加激烈嘅手段剷除佢。魯國固之然會被人吞併，儒家思想亦都唔會印用出嚟，中國歷史嘅軌跡就可能會完全唔同。試諗下，孔子主張嘅仁、恕、禮、孝，俾個人主義取代咗。中國歷代君主就唔可能利用呢套思想統治臣民，中國人可能會有另一套思維，歷史發展亦都可能完全唔一樣，由嚴謹嘅道德關係變成自由開放嘅思想。再講遠啲，或者中國根本唔會出現，而係分裂成眾多互相競爭嘅小王國。類似文藝復興時期嘅歐洲咁，內部唔一致，對外反而比較開放。所有人都可以培養德行，呢個係孔子嘅理念。佢嘅思想屬於人民主義哲學，強調道德教化，人可以透過學習去培養德行。但係孔子認為，教育唔只係限於讀書，必須要靠實踐發展才能，單單只係知識並唔足夠。理想嘅仁政係管治，而無需要動用酷刑，只需要樹立榜樣，人民自然就會跟從。呢個就係所謂嘅齊家治國。不過，單單靠教育並唔足夠。人都需要尊重基本價值，包括係孝敬父母同埋長輩。喺政治當中，呢份尊重亦代表咗對帝王嘅忠誠。孔子認為孝道係倫理嘅核心，亦係成套思想嘅基石。呢套思想2000年嚟一直主宰中國。孔子嘅教誨編集成《論語》，流傳至今。
思想嘅威力強過武器。儒家係乜嘢呢？係哲學，抑或係宗教呢？可能會因為唔同地方、唔同時代而有唔同講法，界線模糊。好多學者認為儒家係一套思想，係教導而唔係信仰。儒家並冇要求你信佢，只係俾下意見、規範同方法。佢同道家同佛教並存，三者互不違背。除咗中國之外，喺相近時期嘅古希臘，蘇格拉底亦都喺度教緊學生。佢雖然冇著書立說，不過就由弟子承傳思想。兩位思想家都係尋求社會公義，對人類文明影響至深。呢啲思想同信念塑造咗東西方嘅價值觀。雖然佢哋都只係抽象嘅言辭，如果冇經過思想嘅洗禮，如果冇蘇格拉底或者孔子，冇佛陀、老子或者啟蒙哲人，呢個世界就肯定完全唔一樣。呢啲就係思想嘅力量。2000幾年嚟，儒家思想都係中國社會嘅支柱。無論係個人抑或社會，唔讀聖賢書就冇辦法晉身仕途。呢啲理念已經變成傳統。更加諷刺嘅係，孔子在世嗰陣得唔到在位者認同，雖然德高望重，但就冇帝君真正實踐佢嘅教誨。而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，孔子嘅學說雖然獲得歷代帝王宣揚，但當權者重視嘅就只係呢套哲學中適用於統治嘅內容，講求尊重權威。至於自強修身、實踐德行，似乎又較少奉行。孔子72歲逝世，長眠喺曲阜城北。當年簡陋嘅墳頭，之後就成為咗子孫嘅墓地，延綿78代之久。接近20萬孔門後人都落葬喺呢度。而儒家思想經歷咗2000幾年承傳，直至近代中國又成為咗知識分子反思嘅對象。有人歸咎呢種陳舊思想係令國家發展遠遠落後比西方嘅主因。80年代，中國走向改革開放，儒家思想再次復興。同漢武帝當年獨尊儒術一樣，提倡呢套思想合乎統治者嘅需要。領導人基於自身立場，亦希望有穩定嘅局面。但孔子會唔會承認而家呢套思想呢？呢個係另一個故事。